視頻是你放的，你竟然下作到這個地步！跟我睡了1年，還是沒有習慣我的做事風格嗎？我給過你機會，是你自己不信，那別怪我親自動手了。怎麼樣？沒想到你心裡的那朵純潔小白花，玩得這麼開吧？何悄悄，你就這麼無恥？我无恥？你一邊喊着結婚，一邊卻又在我的身上賣力，裝什麼清高？